屋企個小朋友有放暑假啦，係咪頭痕緊每晚唔知道食乜嘢？南乳雞中翼外焦內嫩，細路仔一定好中意。雞中翼用鹽水浸一浸佢先，喺雞中翼深色嘅呢個位置，用啲嚟將佢啲血推出嚟，咁樣可以幫佢去腥，同埋煎嗰陣就唔會發黑。引乾水分之後，我哋去幫佢做一個底味，薑蒜劈一劈腥味，放2羹豉油，細半羹仔鹽，3到4羹南乳汁。如果冇嘅話，可以用南乳代替。再嚟啲糖和一和個味，蠔油同埋胡椒粉，將所有嘢全部撈均勻，再用啲油封一封面，我哋醃佢1個鐘。煎之前我哋再淋2圈米酒落去，如果太早放嘅話佢會發霉。再染一層生粉，用隻手捏一捏佢，再排走多餘嘅生粉，咁樣佢就有一層酥脆嘅外皮。屋企你就唔好油炸啦，放多少少油落去煎，先用大火兩面乾煎佢1分鐘先，等佢個表皮形成脆殼。跟住落嚟就好辦啦，轉細火兩面乾煎佢4分鐘，筷子輕鬆篤得入，而且冇血水流出，咁就代表熟啦。最後大火再逼翻佢1分鐘，將佢啲油逼翻出嚟之後馬上出鑊。做人最緊要開心，你今日燒咗未啊？